今天是第3堂课。首先，要问候国师家常仁波切和明就仁波切为主的与会上师、主古、堪布善知识，还要问候来自各寺院的僧众、尼众们，还有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巨信大众们，问候你们。这次我们讲解的是善知识波多瓦大师所撰写的修心曲。那我们接续昨天讲到的部分哦。现在就是找寻善妙上师的时刻。有的人说，到那些上师跟前也没什么用处，还不如自己忙修瞎练好。很多人的确是这个样子，这样是不行的。要能亲近到一位好的上师，需要积聚无量的资粮。现在不努力寻找上师，自己瞎练有什么用呢？如果能够亲近到一位好的上师，上师的加持就能帮助自己升起禅定，以此证悟心性的话，就能够成佛。但有的人还是认为不被批评比起成佛更加重要。精于谋略和野心强大的人很难修行，修行在于信心、精进和智慧。齐聚在一位善知识跟前的唯一动机，应该就是为了心向佛法，不是为了比较谁最有谋略、手段、野心，也不是为了比较谁最狡猾。有些人以为善知识慈悲赐予甚深教法不是慈悲，而是给予一些财物东西才是慈悲。现在很多人会嘲笑那些找寻上师和口诀的人，觉得借你2次，比如说贷款的人呢，还比较慈悲。别人甚至会唆使你说：“你去那边才有利可图啊，赶快去吧。这期间我来帮你看房子。”这都是错误的一些说法。我们这次很难逐字逐句的全部这样解释哦，因为噶当派的很多教言呢当中有很多各地的方言，各自的，比如说一些用字上啊，还有一些他们感受上的一些用词呢，也会有些不同，所以很难解释有的时候。所以这次比较是在意义上的解释哦，比较难逐字逐句的释义的解释，这个稍文解字去解释比较难。这里是比喻说，是他是一个债主，那和他比较亲近的朋友、亲友，就是他比较亲近的一些朋友会怎么跟他说呢？他们会说：“你呀，你就去讨债吧。在这期间呢，我会帮助你的，我会帮你这个看房子的，你别担心，你就去做你的事吧。”很多人都会帮这些事情哦，帮这些忙。哦，但是你去寻找解脱轮回的方法，我会帮助你，我会帮助你处理其他的事情，你不用担心去找寻解脱的方法吧？你却很少人听到有人这么说，这是一个很错误的。
状况。我们帮助他人呢，完成今生俗事的人，这样是很多的，但是愿意帮助他人完成来世的人却很少哦。事实上，比起今生，来世呢是更多生也更长久的。今生毕竟就只是短暂暂时的，而来世却是很长久的，那是更重要的。但是很少人真正明了这个来世就近安乐的重要性了。接着我们回到正文，终将失去一切荣华富贵而独自死亡的说法，从来就不是一个或真或假的传说故事，而是在当下的实际的经验里就能够知道的。多少人眼睁睁地望着一切逝去而独自死亡？然而那些自作聪明、胆大妄为、妄想未来的人们，这丝毫没有察觉。就连那些80岁的老人也还在做着此生的规划。这些性格懦弱、只着眼于眼前暂时快乐的人们，真是太肤浅了。他们说，如果不做点积蓄，老了不会幸福；如果汲汲营于此生，来世会比现在更不快乐。总之这一段是在说，无论今生有多么幸福快乐，最终一切事都要放下的。我们死亡临终的时候，什么都带不走的。比如说今生的各种快乐幸福，你是一点都带不走的。这个死亡是必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它不是一个神话传说。因为对于传说啊，我们有时还会要判断一下，哎，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呀？但是死亡可是切切实实会发生的一件事，是我们都眼前现在都看得到、都经验到的事情。譬如说，你看你身边有多少跟你同辈的人死亡了，比你年纪轻的人也死亡了，还有很多比你老的人也都死亡了。这是你都直接经验得到的事情，而不是什么几百几千年前发生过的某个传说故事，并不是。但是还是很多人哦，为了今生的利益，他们就算成为了转轮圣王啊，这是所谓转轮圣王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世间当中可以说最有权势的人，叫做转轮圣王。他们成为了转轮圣王，但还是觉得不够富有，还是不懂得知足，还是觉得我还是不够。他们永远不知足。如果一个人懂得知足，就算是一个可以说露宿街头的这样一个乞丐，或者是游民，或者行动不便的人吧，也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，还是生活得下去的。所以，无论我们自己再有钱有势，最终死亡的时候，还是像从酥油中抽出的毛发一样哦。所以，除了就是
你必须独自迈向死亡之外，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，什么财富都带不走的。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么明白的道理，聪明人也不见得真正懂得。一个是那么懂得权谋的，或者懂得规划人生的一个人，他也根本无法领会哦。一个有经验的可能年长者，他也很难懂得这一点，甚至他的心中也很难真的升起这种无常的思维啊，我即将要死亡了的这种急迫感，他也升不起来。甚至不说其他人了，就连一个即将可以说得了重病了，甚至即将死亡的一个重病的人，像得了很严重癌症的人，好了，他还是不想要面对死亡。他就算得了那么严重的病了，他还是没有那种无常感，还是没有准备好说哦，我即将要面对死亡这种急迫感，他还是没有，他还是努力在那里要求活，不想面对死亡。所以连即将死亡的重病者都不这么去想了，其他人更不会把无常、死亡放在心中。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啊，我这么年轻时候这么努力赚钱，是为了避免我老的时候很辛苦，没人照顾。但这实在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作为。因为你这样去做的话，首先你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好好享受了，因为你都在为了年老在做准备，结果终于你老了，也还是不开心。可能你过去的这种不开心经验也好，生病也好等等因素，你还是在痛苦中，你就只能等着死亡。这样子的一种状况，到了来世也不会变好的，你还是一样是痛苦的。所以如果说你年轻时就带这样的想法说，哦，我一心都要为了今生或为了年老而准备的话，事实上来世你是永远不会得到快乐的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反省哦，要能够真的思维无常是很重要的，甚至要有更深一层的领悟。因为如果你担心老了以后的痛苦，而你说我年轻时要努力，但如果你想再远一点，同样的道理啊，那我为了来世的痛苦，你不是应该在今生就开始做准备吗？接着回到内文哦。有的人说，讨论这么多死亡是没用的。然而，如果不讨论死亡的话，就会一直抱着我不会死亡的想法，然后满脑子都是今天我要做这个，明天要做那个，明年要做这个，老了以后要做那个等等的今生的想法。所有修行者做着却是相反的事情，他们不讨论不死的情况。这样才算是为死亡做准备。死时要能心安，那时一切今生的荣华富贵都得放下。因此，一个修行人的逆缘就是世间的荣华富贵。现在羡慕世间人，他们也羡慕你自己。不与世间人同流合污，就是不羡慕世间人，就是背离世间人。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？就有的人是这样说，他们说，你根本不用讨论那么多死亡，死亡那么辛苦，讲那么多干嘛呢？现在活得不是好好的吗？讲这个死亡那个死亡，都只是吓唬人而已嘛，没什么意义。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做一些人生规划，至少你得要好好做到20、30年后的人生规划，不是吗？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修行人来说，他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会做的是不讨论不死亡的情况，刚好相反，
换句话说，他口头上他不会说“我不会死亡”，他随时都在想，在说的是啊，我会死亡，我会死亡，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亡，还有什么因缘会造成死亡也不一定的。如果一个行者他随时都能够带着这样的思维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他就在为死亡做准备，他现在就在为了死亡做准备了。以前高摩巴大师还有他的弟子，像是帕莫主巴和杜松前巴等等哦，他们在对于大众的一些开示中也一再的会提到。总而言之呢，当我们睡在就是最后一张床上了，今生最后一张床上，吃了今生最后的一餐，我们咽下了最后的那一口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有把握能够面对死亡。如果临终的时候你不能够安心，不能够自在的话，那么真的一生的修持真的是白费了。所以我们常说啊，我们是佛弟子，是学佛修行的人，口上啊你就不要总是说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而是常常要记得，甚至要说着我会死亡，我即将死亡，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无常的认知而修持。接着回到内文哦，单身不是重点，需要的是背离世间八法。心向于法就是有福，有福气不代表你就受人尊敬、穿着华丽。一个心向于法的人，就算是得了麻风病、眼盲、断手断脚、衣不蔽体，都是一个有福的人。现在大家都会把累积财富的男女当成体面的人，但我看到很多人在汲汲营营中死去。动物也会累积财富啊，老鼠会把人参果藏起来呢，蜜蜂也会酿蜜，地鼠会做草堆，鸟类也懂得筑起舒适的鸟巢。比起这样的累积财富，身为人，还不如广行布施。就像《圣集》这部经典中说，行布施就不会投身恶鬼，投身其他道中的时候也不会贫穷。所以，比起对于老年规划的赞叹，我们更应该投入心力在长远耕耘如法的修持。所以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？就像上面说的这些原因哦，我们出家人，例如只是做到，比如说保持单身不结婚，这样是不够的，并不因为这样你就是一个好的出家人哦。我觉得这一段话很有意义的，就是值得我们再去想一想。譬如说噶玛恰美，就是恰美人界在他的山居法当中有提到说，我们藏人呢是一戒者，就是一个戒的人，一个戒的持有者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背后有一段典故的哦。首先，因为出家戒当中是提到是4种叫做根本罪哦，或者叫4种他胜罪哦，就是不净行、不逾矩，还有杀生、妄说上人法，这是4种罪。但是下面却说藏人呢只持守一个戒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藏人认为，只要有不净行，只要不要犯不净行，就是不要有比如说异性保持单身就够了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并不是的。但一戒就够了吗？并不是的哦。譬如说，过去西藏也有很多这种施咒，有没有放咒杀人的例子啊？他甚至这些人还会很炫耀的在他自己的这个在传记当中，甚至都写下炫耀的说啊，我还会施咒呢。所以这很奇怪，他身为出家人，却又施咒杀人哦，这在藏地却
并没有觉得不对。但事实上，这就是杀生呢，这也是犯戒了。再来说像妄说上人法这种罪也是很容易就犯的。譬如说有些人是这样子，他有些出家人他稍微受到多一点点人的恭敬，或者他的这个佛性事业稍微做大一点之后呢，他就开始说啊，我看得到佛菩萨哦，我看得到什么鬼神哦，然后根本没有了悟空性，却说啊我证得了空性等等，没有，或者没有神通却假装有神通哦，这是蛮普遍一种现象，这就是犯了妄说上人法的罪嘛，戒律也就毁犯了。但是好像藏地不太在乎这个妄说上人法，甚至连这些传戒的戒师好像都搞不清楚这是犯戒了。还有4种他胜罪当中，还有叫不逾矩的罪哦，就是不逾矩就是偷盗哦，偷盗的意思，也是一样的。藏地好像不太认为这是罪，所以唱美人其实就说出了这个问题，说藏地就会认为一戒就够了，他们就认为只要不碰到异性，不违反非禁行戒哦，就是亲近出家人哦。但这种想法是错的，因为依照佛制的戒律来说，这是不正确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对于律典真的有很好的了解，就会知道，其实持戒它并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佛陀是一个具有大悲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专制，也不是一个或者那种很蛮横的人哦，并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律典中，佛陀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他只是跟弟子是这样说：他说，如果你真的因为困难无法持守某条戒律的话，你就可以舍戒。这种时候，你这样舍戒的话是有帮助、是有利益的。如果你觉得啊，我真的是啊，我无法持守这个戒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舍戒。事实上，舍戒是相对容易的，比起受戒来说，因为受戒你需要好多的条件啊，和你才能受戒。但舍戒你只要对一个具德的对象啊，说我要舍戒，这样其实你就舍戒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是有利益的呢？这样子舍戒是有利益的，是因为你如果这样舍戒的话，未来你才有再次受戒的一个机会。而且经典中说，你这样子舍戒的话，未来你再次受戒才会清净。不然很多人是自己实在无法持守这样的戒，但又不好意思，好像不好意思舍戒的话，然后你就一直在那里受不了，最后实在受不了，然后又犯戒的话，这样就不好了。这样子对自己不好，而且未来说要再次领受戒律的话也不容易，也很难有那样的机会，要再次亲近也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理解很重要，不然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持戒好像是被迫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并不是。所以总之这就回到内文说，只是保持单身不结婚是不够的。并不代表这样就是好的出家人。出家人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舍弃对于今生的贪着，升起出离心。只是单身或者不结婚，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清净的出家人。然后所谓扶清灭敌的这种做法呢，这不只是人类，动物也会扶清灭敌，就是保护自己的人，然后去消灭敌人不喜欢的人哦。动物也会的，就像上面刚刚有提到说，老鼠也会囤积食物的。在我们的家乡呢，藏地，这个老鼠呢，
它会囤积这个叫人参果。我们在秋收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在那个老鼠洞里哦，会发现很多很好的人参果，每一颗都大大的。你会看到它们很聪明哦，这些老鼠都把那最好的人参果给它囤积起来。好，我们传统老一辈的藏人会说啊，你不可以去破坏这个老鼠这些东西，不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走的，那是老鼠很辛苦囤积起来的。所以这是在说，其实动物也懂得要囤积财富啊，甚至就像刚刚说，鸟类也会打造自己的房子啊，它们也懂得要这个，或者说要回避或者是消灭这些敌人，伤害他们的其他的动物。所以所谓的扶清灭敌、积聚财富啊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人会做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动物也做得到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回到内文，领会佛法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精通成佛的方法。只是字面上的解释是不够的，比起知道路线该怎么走，不如亲自上路来得好。如果当下不开始修行，总是觉得要准备好才开始，但是准备是没完没了的，而生命也就在这样的准备中逝去了。这是内文中提到的。这段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一般来说呢，知道佛法跟领会佛法，这是有些差别的哦。差别在哪呢？譬如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好的知道什么是戒律，那么如果你很好知道戒律的话，你就会去持戒哦。所以你先要知道，你才有可能去领会。如果根本不知道，没有听闻过，也不可能真正领会哦。所以，但也有一种情况是，有些人知道了佛法，但却没有领会佛法。所以这里要讲的是，什么叫做领会佛法呢？是指精通成佛的方法。所以，领会佛法不是字面上很会说、很会解释哦，佛法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这样的。就像是比起知道或会说路线该怎么走，不如亲自上路来的好。譬如说，有的人会口沫横飞的在那解释说，哦，路线走这比较好，走那比较好，他不如真正的启程上路呢。这是比喻什么呢？现在很多修行人哦，把武道实地哦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有几个人是真的在修持呢？好像没有，所以没什么人证得道地，甚至连小资粮道都没有进入，就是武道当中第一个小资粮道根本都没有进入，没有修持。所以只是嘴上说说会解释武道实地的理论是不够的，真正重要的是去实践。你要去实际的走在这个武道实地上，而且是现在就要开始。噶当派的祖师们就说，今日现在就要开始修持。真的，所有的佛法都是你现在就要修的，不能拖延，不能说我明天再修。不然，很多人觉得啊，好，我会修，我会修，但等一下，我要先准备哦。但你知道，准备是没完没了的。我们看到很多人，他就一直在准备，在准备，结果他一生也就没了。所以修行，是当下就要开始的，而且不是嘴上说说的。你还要领会这个佛法，不只是听闻到，你还要领会它。领会了之后，你才会真正付诸实践。有了实践，你才真正踏上所谓的武道实地哦，你才真正迈上了菩提成佛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回到正文哦。有人说密乘和戒律相互违背，这是误解。如果在密乘之上有任何不如法的话，那就不是戒律了。如果违反了戒律，这是非密法的征兆。
为了秋收，有时要洒水，有时要翻土，总之一切心力都要花在上面，才可能得到丰收。博学的格西话通常也很多。刚开始，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修持佛法，他们闻思的目的是为了在今生不被他人诋毁、受人尊敬，想要得到法师、长老、比丘或格西的名号。懂了一点佛法之后，又想当上寺院总管或执事，得到他人的奉承。受了比丘戒之后，佯装成持戒清净的人，希望他人称自己为修行人。学了一些经论之后，得到一些口诀之后，又佯装，又装模作样的修持了一会儿。总之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想尽办法得到众人之首的位子，并想要被大众喧哗地称赞为不可思议的格西亚。这样的格西终究没有处理轮回的因缘。一个通晓佛法但无法对治五毒的法师有什么用啊？无药可治的疾病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愈呢？是不可能的。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哦？是有的人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哦，密乘和戒律是相互违背的。修持密乘的人就不能修持戒律，修持戒律的人就不能修持密乘。”有人是这样说的。这是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密乘，什么叫戒律哦，所以这是一种误解。事实上，如果不如法的去修持密法，这就已经违背戒律了；或者，如果你违背了戒律，这就已经不是密乘行者了。总之，无论是密乘也好，或戒律也好，或者任何一个法门也好，重点在哪里？不管你修哪一个，它就要像是你种田一样哦。你要一心的照顾这个耕耘嘛，比如说你要洒水，要这个犁田，要施肥，你要用尽一切心力的去耕耘这块田，那你才有可能好的收成。就像是这个比喻，所以无论你修持密乘或戒律哦，一切的佛法的修持，你都要有一个重点是全力的用在什么呢？全力的用在耕耘什么呢？耕耘对治你的烦恼之上。所以，无论你修的是密法或在持守戒律，没有一个法门是能够在不舍弃今生、不断除烦恼而成就的。所以密乘当中，你不会看到说啊，你不用断除烦恼，不用舍弃今生，不会这么说。律典当中也不会说啊，你不用断除烦恼，不用舍弃今生，你不会有听到这样的。有的时候呢，很博学的那些善知识或者堪布呢，他们很喜欢嘴上在那边念，在那边说，就他们很爱说话，就很爱这个叫什么叫，就是很爱说。但是这么爱说教啊，说教这个是，其实一开始他们的动机可能就有问题。他们刚进入佛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并不是因为害怕死亡、处理轮回，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今生不被他人诋毁，而是为了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，或者别人恭敬他他是一位法师啊，是一位长老，是比丘啊或格西的，他是为了这样的名声而修的。那么，接着呢，他们完成了一些学习之后，又一心想要什么呢？想要当上寺院的总管啊、堪布啊，或者是位高权重这种叫执事的这样的地位，想要怎么样？想要得到别人的恭敬跟奉承。再接着，他们又受了比丘戒，叫净缘戒之后呢，又佯装成一个戒律清净的人。他就希望别人称他为修行人呐，这真正是一个修行人呐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这种赞叹。
接着，他又学到了一些口诀，又装模作样的修持了一些时间哦。他可能几年几个月，可能在一个在偏僻的山区里面躲起来，然后假装说去闭了个关，但回来之后又大模大样的坐在这个所谓的上首，然后说我是大哥希腊，我是大成就者了，然后一心想着得到这种众人的赞叹哦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或者这样的一个格西或堪布，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出离轮回或解脱的机会的，不可能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治痛苦。如果没有消除痛苦，再有学问、再会说法、再会说教一点用处也都没有的。事实上，佛法是对治烦恼这样疾病的一种药。如果这个药方起不到效用，那就真的这个病就无药可救了。所以自心的这个烦恼疾病，如果没有借由佛法的这个药善加对治的话，那真的就没其他方法了。最后这个疾病烦恼只会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就变得完全失控了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我们修持佛法的时候，记得是你要能够在你心上起到一些改变哦。真的名声完全不是重点哦。真的来生如果投身到了恶道，你的生前的名声有什么用呢？没用啊。还有前生你可能一生中，你假装的我持戒很清净，我不贪着一切妙欲，这种假装也是没用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所谓阎罗王的那个镜子、那个照妖镜的。你今生可能装模作样的骗得到一些人，但是那个镜子，我们说经典说阎罗王有一面镜子那个镜子是你不管做了什么因果啊、善恶啊，都可以清晰的在镜子中反映出来嘛。总之是谁也骗不了阎罗王的。所以这一个段文字在告诉我们，一个真的善知识修行是什么样子呢？善知识呢，是指能够提醒他人，帮助他人不要造恶，而要行善的一个人哦。但是我们却看到很多现在所谓自己被称为是成就者、上师、堪布、善知识的人，却是怎么样呢？却都只是带着一种狭隘的心就只顾着自己的自宗自派，然后还造作各种的恶业。结果他只是在怎么说呢？帮助自己跟他人造恶而已了。所以真的是在帮助他的弟子，帮助他人止恶行善，在指导他人止恶行善这样的善知识已经很少了，反而到处都是这种叫邪师啊、邪引啊，所以指引大家走到善道的人是比较少的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回到内文。不知足、不发自内心深信因果的人，再好的作为也是没有用处的。来世投身恶道的话，那些作为又能向谁吹嘘呢？不放下对于轮回和欲望的执着，徒有持戒清净的样子有什么用呢？谁能欺骗阎罗王的业力镜子呢？一点也不具备菩提心、利他的善心，内心充满八法私心的格西有什么用呢？领受恶报的苦果时，又能求助于谁呢？然而你却不想放弃追逐今生的妙欲和成功，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在自他心绪中升起佛法，也没有将心思放在眼前和改变心性而产生的。所以，
所以，我们应该要像长提菩萨一样，除了成佛，心无旁骛。以此生为主而附带的修持佛法是没有用的。但这样说也没人听得进去。不意念死亡，所做都是对于今生最有利益的事情。当自己的想法不被上师认同时，甚至连上师的话都可以置之不理。当觉得对自己今生有利益的时候，又一副很有信心、对上师很恭敬的样子。对于这种人，我是深感厌恶的。所以这一段是在说，如果一个人的心中，有的人心中他有很强烈的这种自他的分别，我们可以确定是什么呢？就这个人他一定是没有菩提心的。一个没有菩提心的人，也绝对是不可能成佛的，他是没有希望成佛的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要不要有这种很强烈的自他的分别之心哦？但如果任何一个人，他带着这种强烈的自他的分别，然后他只顾自己的利益哦，不管是堪布或善知识，他不顾这种业力因果而造恶的话，这种都是不对的。我想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，明天呢是我们课程最后一天了，这次的课程呢，一方面来说，我在讲的时候呢，前面谁都没有，除了那个摄影师之外，谁都没有，所以我是睁着大眼哦，对着那个一个这个死死的摄影机在讲话哦，所以这和以前现场对着大众讲话的感觉那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我还是尽力呢，这个观想啊，观想你们呢就在这里，就在我前面。但你知道，我也不能一直太用力的观想，因为我还要上课啊。上课我还是要专注在想这个内容嘛，所以我不能一直分心在观想嘛。但我在上课前，我会观想各位就在眼前。我觉得这样和你们才比较会有一种亲切感吧，就不会觉得一直是对着 camera 那个摄影机在讲话哦，而是真的在对你们讲话。然而站在你们听法的角度来说，你们会看到一个大的荧幕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一个扁扁四四方方的荧幕，你也不要觉得是在看着一个大荧幕中的人讲话，也要试着想，真的我就在你们的面前，你在我面前听课，那么我觉得我们就能建立起一个比较深刻的关系哦。总之，我想这次课程的内容，这次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，也不一定你马上我们就能够做到，但我相信只要听过一次，但我想只要听过一次呢，多少都会有些触动的哦。你会感觉到哦，原来我自己有这么多问题，因为你会听到这些内容，好像觉得都在说自己的问题一样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这样的领悟，就很好了。所以，只是讲过一次，或者各位只是听过一次，也是不够的，不代表我们就懂了。重点是你要心中，不断的反复的思维这些内容，努力改变自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真的，当自己有了改变了，那个时候，你才可能真正深刻了解到，哦，佛法对自己是有利益的。不然就只是口上念念像六字大明咒啊，手中在那边波波念珠，也不一定有用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谨记在心。
这次祈愿法会期间，不像往年有一些特别的活动，但是呢，像是纳洛六法的布衣绕行，还有像是16罗汉托钵和台绕大藏经等等活动，还是照常举行哦。在上次会议期间，呃我也谈到16罗汉还有这个侍从的这个人选，是要跟去年一样，是从我们这个佛学院当中挑选的，所以要依照身高还有这个身形呢做挑选的。所以去年有办过这个活动经验的这些执事呢，或者僧众，你们要尽早安排人选哦，赶快挑选好。还有像台绕大藏经的一个念诵藏经的一个活动，也要好好举办哦。今年我们也特别从台湾定制了一套比较小的这个立章大藏经哦，所以这一次我们念诵大藏经是念这一套立章大藏经，还有那洛六法的这样一个修持一个布衣绕行的活动。今年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位闭关关的喇嘛参加，但重点我觉得不是人数多寡，而是我希望和往年一样，去年一样，你们这几天很好的修持那洛六法，然后在最后一天能够举行这个布衣绕行。这样一个布衣绕行修持的活动，其实是过去第7世噶玛巴屈扎嘉措的时候就有的传统了。当时呢，就是佛学院僧众会示范辩经，闭关行者就会身着布衣绕行哦。所以我希望恢复这样一个传统，所以这是以后每年祈愿法会都会固定举办的活动。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放在心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